nga sonya de pa chi cho nata no yo yo solo mi yo ye kasu mo ki chen de yo ma so la di go yo ta de come poi occhi non io cama di insomma e mo pensavo prima a tutti ma sognando poi in
放不上。帮我看一下啊。拉住！拉住！我猜到了哈。不要去外面的那个，过来，不要跑。别干。
我过了。我那里放了那个驾驶舱，放了驾驶舱。我给他们拍视频，我想发抖音上。最经典的，就是没中文版，就是藏文版。谁去翻唱有中文版？汉文版。还有一下，10秒钟就完了。房间都在，丁哥在，3个在，他们在干什么？这是新的一款吗？枪塔的歌有点多，我真很熟悉的，因为几首都是枪塔战歌，像是枪塔啊那些，还有首唱不多是5段，那个就5首曲子，5首，这个枪塔有几首，3、4首吧，都是摇手的动作。中间玩，然后那个王青他们在那儿。
这吧，这。看空结果。
了。我们刚刚来。声音太大了，刚我不知道他说啥。最他是会说那个维持持续的，没来，2个都没来。今天好多人都没来。就星期一嘛，星期一的话，有点心情不好啊，我觉得好多人今天心情不好。永贞也来了，都是这个时候来，8点半左右吧。没来，永吉的话这几天说不定要开学。
不远。那玲玲本来就是观世音嘛，你们不知道吗？好久以前就说的，长得很像。太远了。
卡吗？不卡吧，应该不卡哦。卡的话不可能。我看一下来。他们两个一块边流窜，然后传过去看，传回去。这个叫富林井外，富林井的中心，这是富林地址。所以叫富林井外。然后你在 Google 上面搜啊，直接搜富林井外。
差不多，这都8点多7点。那你比较早啊？昨天你跟我说的，他们这儿8点半6点，今天8点10到。教室墙嘛，他在那个他们教室，他们喊我去他们教室上。对啊，你看喊我去，昨天的时候。多少钱是吧？暑假完了还有。啊，那时候还没啥子了，就这个。才2块了。他们都下来了。要上班了，已经2块多块了。2块，好多钱我有那些人哈，就是。没有，我去了交来了，就是那个指甲没了。对，别人说的，你去了他钱我，给你打了个电话，你就走了。对。是他，你说罗尚给你打了个电话。我找闸西要的电话，他罗尚号码拨的。你说罗尚不是？你说罗尚那儿去拿个啥子东西啊？指甲，足球架。咋的？你咋？给我拿来了。在龙门阵上车就走了，就有这个东西给我拿了。不是嘛？那个昨天哪个的？哦，就罗尚嘛。罗尚，你说他的铺子就在就叫下面，你下楼梯，左边23号。买花那些嘛，唐卡那些嘛。对，他以前我那是采购的。正常。看一下老鼠，这看起来小朋友，再等几天就看不到了，上学去了。伤了，主要是，这样子受伤了。他们上学的话都要补课，成都的话都要补课。回老家的话肯定不会补了，那时候时间跳动。这一般都是本地成都的读书的。我们桥条中间不应该领悟交通周边的。
没有了，又没有了。要过去没个哥哥去，合计就一步拍个啊，来。哇！我以为你不来了。你下次来吃。是的，这新店的水果，那边的那种，不是那个，前走的过来，那边是应该是。拿个扇子更有味道啊，韩国那种。你拿个扇子。哎，可以了。马上来，再带回去。都拿个扇子，你拿个扇子。对，那个扇子好这样好看。这要么拿个湿巾纸也可以，还可以擦汗。我把那个扇子抢过来。对，扇子的你拿一个。他们拿到湿巾纸，然后戴的手套。保姆是一直戴手套的。你去问一下，后面那个穿短裤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出拉了吗？这个是出拉了是吧？对，这个是保姆。对。小笼包满意吗？哎，我说他。哦。声音都没有，跳起来，你看，静悄悄的跳的。你看那个扎西和红字跳一回啊。3个月，就是新舞的话，一般都是扎西、九级，但是还有王青有些比较少。哎，谁送的？哎，天牛那个。水有没有？啊，吃啊？这儿没有了吗？不是吃，湿巾纸吧？这儿没有了吗？哪里有啊？车上没有？没有吗？没有，等会儿给你拿嘛。我车上有。他说要，我跟他说。哦，等一下，我看看，不过应该没有湿巾纸。没有，没拿。有没有啊？湿巾纸？这个可以吗？好，拍个短视频了，拍一下。
好久了。他在哪儿上的学？是个幼儿园，幼儿园老师啊，还是一个。我会一点点了。真的啊，皮肤好好哎。他们自己学的，教的特别古典装饰，木头的装饰。3缺1啊，全内动，他们2个，有3个人全内动，一个不知道啥。啊，这是我。这个不会。好了。走吗？啊，走吧。几点了？春节了。啊，对啊，他点歌呀。我也是他的亲戚，他这里看兄弟。啊，这是他亲戚。我还没看清楚，我后来才刚来。我的朋友噻，10多个人便宜多少钱？他那个拉萨。你问嘛，他肯定还在幼儿园嘛。妈，我都没认出来。要报了吗？可以，等会儿报嘛。永杰美女，你拍好，这里拍2可以吧？好，谢谢哈。还有没多长时间了？我尽量看你那个。不要拍他们啊，不能去在忙他的。我看一下嘛，肯定是小的。啊，给送啊。嗯。笑一笑嘛。今天低腾中吗？还是中下人？今天没有位置吃，明天那个第7个也没来。他们几个早期他们几个早期的，专门节目他们俩啥？还有20年。
是呀，一点都不是。昨天。咱就。做的是。这个好看。这是我的。谁坐在这儿？看一下，真的穿的啊！谁的？我今天拿到的。再穿一个吧。来给我包嘛。包吧。有的。现在就在这上面。现在好。什么形式？那个是。这家要做呀是这个，他妈是，一直抢了一个，他妈有的，有，高中都可以呀，他妈是。你看他这个，他是做一个他就干了，要拔牙了嘛？要拔，因为兄弟他拔了，他拔了，有些拔了，有些兄弟他拔了。兄弟就是要把自己搞现在是没办法，就是只有往远点来补。哎，我吃他一个人来，还2罐，准备来。一点都不小，真的是。点点赞，兄弟们！他叫纳托尔呀，海哥。
这个9分钟，跳9分20秒左右。等一下，不要怕，有点抢到，不要怕。真强啊！狼补啊！
过来去啊，过来去啊。这9点15，过来去。9点15。你在罗马那边去的吧？去了。在罗马拍了的吧？看了。咋起那么能咋不过来呢？还有徐总儿。这几天都没过来了。哦，那个丁真没回来。他们在玩耍朋友嘛。对啊，丁真没回来，他就不过来了。他那个青阳我也没去了。福祥高原。还有没有？穿1个半小时也没有。
媳妇儿嘛。说这是女的还是男的？公狗，小公狗。正常嘛，正常，每次这踩过来那就是罗马屁股。再上班过来。哎，那全是死的呢。哇，我有这儿不的嘛？啊，对啊，9分多钟嘛。哦。我已经洗澡去了。每个场子要跑一下噻。他现在跟那个。有的他要自己跳自己的舞啊，叫自己取自己的舞步那些，叫他们跳。各是各的那种风格吧。3点半了吧？9点半嘛。哦，还有几分钟。他们以前一直是一个人贴一个人跳。开始跳。很多赛马嘛。本来就穿一样。一个人他们很多赛马。往青年跳吗？不会跳吧？往前没动。今天在收起。给你表演。他错后半会都跳得好啊！完了。大会跳得好，这个都挺锻炼的。
这个差不多的车刚刚出去。这是一是两马山，摇摇梯。结束了吗？还在充满啊！有2分钟。我靠，你的车速。兰博不是走了吗？他没走。做机队了，没拿回车圈儿。全是发的。今天要去。农家不是，就是上上。有点，本来人才不是我就是。
本来以为跳成都赛马跳了之后就结束了。9点30多吧。谢谢。他们都是。哎，五斤呢？单子5斤呢？5斤呢？我去，快点，你洗我5斤的洗我兄弟们，让5斤的，让5斤的5斤就抢，快点，你洗我不是？快点。哎，中马你会跳啊？从马老师。太重。现在你再快点，快点。马总，啊，对呀，真是。马老爷点，快你带，不要后面跳，前面跳。今天我们管理一个都没到。那我这个好帅呀，兄弟们！我来管理啊。结束之前多半是进我们基本上。好简单，我看到了，很简单，就是那个跳的时候好，是跳，对，哪也跳，就是这个，哇！对呀，啊。这阶段才2分多钟，3分钟左右不到，再掉一遍。我也学了，我看到他这个练一下，脖子喜欢那个。对，它是这样的，点两下，没有这样的。对，它是这样的，这个肩往后甩一点，这样，然后这样。这是跳是下的，可以，就是那个动作下去，那个腰下去好看一点。对，他瑞瑞下的腰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他是这样下的，下的很下。这个好，动得好。可以下去一点。对，哦呀，好看。这真的。后面看你好好看。这个动作必须要下去。这个脖子开始跳了，昨天也跳了。再跳。哎呦，我真的赶过了。
看，然后决定就不好好听一听。小钢琴，差不多练习。有点长，因为不当地的人，他们自己编的。3个是叫小钢琴，小钢琴。昨天漂亮，是今天应该漂亮不错。今天这个跳第2次，第1次跳2次，昨天跳2次。那就是这边嘛，有钱。我过来给他播的，因为听我妈妈的。那你转的那个怎么转？这边1、2转过去，然后这边1、2。这边有点不，这边转过去，这边转的是往前3，这边转一下，在交流。他不讲。他其实一个。他要这样子。别哈心。然后这边没有，他不是这样，他也是不要这边3两边。你不冷吗？你好。你的鞋子呢？你的裤子呢？妈妈有啥有可是这不喝加贝可乐，都喝加贝可乐。还要吃冰淇淋，大便腿冰淇淋。你喜欢的冰淇淋？那个吃多了。来吧，你走嘛。我们一起录。可以摸一下不？可以。拜拜。你刚刚都没有好好叫我，对吧？老李，要不要过去？要过去吗？要过去。那就一起吧。那你一起过去吧。行。还有那个，加油！啊，你开车过去啊？一会儿3个嘛。你那个是吗？来过去。昨天那个。为啥晚点？为啥子？哦，不开车吗？你没得好远吗？说你要几点名车啊？啊，我在吃菜。我不抢。啊，那抢过你们。真正都不去。去不去？哦，抢我。我不去抢我。去。你去打，还有点子。你们哦，那。你真去不去？为什么？你这么去的话，你中间嘛，我去天宫。天宫，对。我问你去不去？
这边去不去青阳宫？这边去不去青阳宫？啊，去不去青阳宫？去不去？去吗？我们3个、4个，他们2个嘛，给送嘛，我付嘛，2.5。好，3个、4个、5个。啊，卡住！哎，我有人。 4个人嘛，加过就5个嘛。拿个宝宝好了，快跑！光线不好。哦，那个嘛，好嘛，我以前研究这个研究好久。晓得呀。他很喜欢跳舞。他像歌词级别的意思。哦。和歌词差不多级别。怎么样？哎，好嘞。这藏传音像老板文宝，他网名叫那个吧。今天来卡处问有没有去藏传音上跳，我说肯定可以啊，他们那边就是赚钱的嘛，就是去喝茶那些嘛，喝茶呀，那些交流啊，然后放音乐跳舞啊。到哪里来了？好热！你这个是拉了不热呀？啊？他没不，他不动，可能有
他就业了。那个这是不会跳是吧？你是觉得这里就是跳舞？哦，这一个曲子。哎呀，这夜场。等一晚，6分钟，7分钟。那要的真的要的太帅。哦。我去，跟不上。另外一个音乐我给你放个，你另外一个音乐。对了，是配的吗？谁的歌吗？他谁的电话呀？我的。我呀。就那个 DJ 那个另外一个一样的动作，但那个谁配的没有啊？他是前面单点。
It's a travel style remix of DJ Boom Boom.啊，行，去这个，你现在是走了啊，好，走了啊，二哥走了啊。 11点钟刚，好，那拍完就走了。没有了。